來看美國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的空襲，用掉真濟武器。外界即擺嘛真好奇講，敢會影響到美國軍售交會的進度？美國眾議院昨是辦軍售的聽證會，有議員嘛質疑講，沙特阿拉伯伊超飛彈交會的時間，哪會擺佇台灣的頭前？美國國防部是強調講，會先交會予台灣。另外，咱國軍強化實戰化的訓練，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今仔嘛進行太步操演，派出戰甲車、各種的火炮來做實彈射擊的演練。向目標區連續開炮，觸動敵軍進犯，現場炮聲隆隆。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18展開太步操演，出動戰甲車、各式火炮執行進化，豐富彈案戰鬥實彈射擊。金門前線武器強軍登陸作戰，國軍透過實戰化訓練提懸部隊戰力，暗過軍售演前影響國軍戰力。美國聯邦眾議員鮑爾關心有210億美金對待軍售演前交付，要求趕緊交付。美國國務院回應會確保應加速執行。Look at ways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expedite those sales that are on contract to Taiwan. As you know, much of that has been the F-16s to Taiwan. So we continue to work that. 那 F-16也未交予台灣，親像因協助強軍軍艦的汽車飛彈，按算2018年全部交會。美國議員也關心交會進度，以及為什麼沙特阿拉伯汽車飛彈交會順序擺在台灣頭前。In 2023, I signed out guidance to all the implementing agencies for military sales to prioritize Taiwan above all other requirements. That remains standing guidance. So in the matter of whether there was a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provision of Harpoon to Saudi Arabia or to Taiwan, Taiwan would take priority. 由會議調也同意國防特別條例付費，民進黨提委陳冠廷擔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調費，正是下禮拜對百姓。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可能會希望說，希望盡快在2028年就要把它執行完畢。那如果沒有執行完畢的話，甚至會有一些送懲戒的這種狀況。那我們還是希望說以行政院版的為主。隨着他們的要求，而且我們要去因應復核的話，那我們前面的武器都還沒有來實現，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擔心的地方。針對正義辦特區中科院產業部分，國防部繼續爭取專業支持，不過若會議無同意，強調特別預算應該用在對比採購。記者綜合報道。